點，香港電台第6.3報道新聞。全國港澳研究會喺北京。依家係北京時間凌晨0點。乜嘢係知己？喺漫漫人生路上，彼此相伴，喺你最需要嘅時候，可以不離不棄，為你打氣。知路上知己，則FM92.3古時廣播。削弱行政長官同特區政府權威，損害中央權威，